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標頻道。其實而家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，都開始興起一種叫做中國製造嘅手錶。尤其是係一啲有歷史故事啦，或者係原廠嘅復刻版腕錶。如果大家係鍾情於一啲國產經典嘅手錶嘅朋友咧，而呢一款北京嘅復刻版紅星1958咧，就一定係要留意下啦。喺1985年，中國嘅製錶業急需振興。當其時就有21位嘅製錶先驅勇敢咁承擔咗呢一個使命。儘管當時條件非常之缺乏之下咧，佢哋決心成立咗呢一個北京牌嘅腕錶。而喺今次嘅呢一款復刻版嘅成錶裏邊咧，走嘅係一個簡約嘅復古路線。而銀色嘅精鋼錶殼，再配搭翻黑色嘅皮帶，而皮帶上邊亦都車有白色嘅雙線。而戴上手嘅感覺係柔軟而有質感，可以襯上西裝或者有啲休閒嘅衫咧，都係完全冇問題。而潔白嘅錶盤裏邊咧，頂部12點位置就有一個天安門品牌嘅標誌。而喺6點位置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清晰醒目嘅紅星，而刻住1958年嘅年份。而呢一個就係紀念北京錶廠誕生嘅日子。而每條嘅刻度尾端咧都有啲點綴嘅小紅點。而細節上邊咧就滿載住中國本土嘅鐘錶情懷。喺3點位置有一個日曆嘅時槍，而獨視嘅線條輪廓係利落可見。日常佩戴咧睇日期睇時間咧就非常之實用，而且仲帶有一啲年代感。由1958年承傳至今，一顆紅色盛載住中國人製錶嘅堅持。而一款手錶嘅背部咧亦有驚喜，就係利用咗經典嘅八角形底蓋，以中國嘅書法咧刻有生而不凡嘅4個字。而將品牌嘅初心同埋精神堅決不移、自信同埋自豪。而錶底嘅外圈亦都刻有一啲簡單嘅資訊。而呢一款手錶嘅直徑咧就39mm，厚度10.3mm，係全自動上鏈嘅機芯，30米嘅生活防水拋光嘅精鋼錶殼。由於呢一款係一個熱賣款，喺北京手錶當中咧，呢一款係屬於一個必賣嘅版本。之所以就特別設定限量款推出9999隻。而呢一款手錶每一個嘅底蓋咧都有佢哋自己本身獨立嘅編號，講盡品牌不服平用嘅態度。而無論係自用或者係襯衫，定係買俾中意國風腕錶嘅朋友或者係長輩咧，佢絕對唔會令佩戴者失望。如果係中意一啲低調得嚟又有內涵嘅復古錶朋友咧，而呢一款北京嘅復刻版咧，而家喺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國潮嘅專賣店裏邊咧，就已經可以俾大家試上手或者係帶翻屋企㗎啦。如果大家係仲未有時間過到嚟我哋門市嘅，唔緊要，可以即時咧聯絡翻我哋嘅門市同事，查詢翻你哋想知道嘅資料。好啦，今集嘅國標報道咧完畢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